中东的情势即马较紧张，伊朗和以色列的恩恩怨怨是高高甜真久啊。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嘛，捌有关系真好和平的时期，甚至呢，伊朗阁是这个世界上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也毋过，就伫伊朗政权改变了后，两国一直起冲突，才会愈玩愈热烈，即马变做死对头。14个这场空袭更加加深以色列甲伊朗两国仇恨的状态。伊朗为了保护以色列，为车空袭伊朗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顶礼拜六，直接攻击以色列，双方关系会当讲是一级着的爆发，极度掉队的两国安怎行到即马局面呢？其实伊朗甲以色列过去有过真好的关系。以色列1948年建国2年了后，伊朗就承认以色列是国家，是迄当时全球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双方建立非正式谈判关系，伫军事、农业、石油各方面也有密切合作。不过，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杀到君主体制，局势转变，新的伊朗政权高度同情巴勒斯坦，不满以色列甲美国关系密切。最高领袖哈梅尼更加表明美国甲以色列是主要敌人，佮护视哈马斯甲黎巴嫩极端组织真主动对抗以色列军队。2005年共和派总统艾马丹上台了后，双方关系更加紧张。They consider Zionism to be a sacred notion and ideology. Any question regarding its foundations in history is condemned by them as an unforgivable si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pprove and authorize sacrileges and insults against the beliefs of other divine religions. 阿马丹上台了后，中期核武计划，以色列是犯了伊朗有核武，继续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两国关系降到上低。Iran is a real threat, not only to Israel, but also to the world order. 得胜后来，较温和的罗哈尼接见伊朗总统，两国关系又因为叙利亚的冲突继续无好。也安尼，虽然伊朗迄当时拍开甲西方谈判的大门，签署伊朗核协议，以色列议员几摆反对，批评伊朗未安尼放弃核武。This cancerous tumor, since its beginning, has evolved step by step and has become a catastrophe. And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step by step. 双方敌对状态伫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了后更加严重。4月7日，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了后，紧张关系真紧升悬。分析认为，伊朗回击以色列，和双方多年来以来战争公开化。虽然目前双方看起来有站在避免冲突扩大，也毋过只要加沙战争继续，一无细里引起两国仇恨恐惊，会造成无法度收束的局面。公司新闻新闻林北。